今日我要講一個你可能從來冇諗過，但聽完之後一定會拍大腿嘅話題。你屋企個米缸唔係淨係用嚟裝米咁簡單，佢係你屋企嘅糧倉，係財富，係聚氣嘅根本。如果你只係將佢當成普通櫃桶咁用，就算幾大嘅福氣來到你屋企門口都留唔住。不過如果喺米缸入面放一樣嘢，你屋企3代嘅財運就會穩陣，子孫後代注定大富大貴。呢樣嘢唔係什麼罕有嘅物件，你屋企廚房一定有，就係鹽。你認真諗下，點解有啲人一世人勤勤懇懇，到頭嚟兩手空空？點解有啲人睇落冇咁麼努力，但屋企就越過越興旺，兒孫滿堂？差距唔係出喺外面，而就喺你屋企廚房最唔起眼嘅角落。如果你都想屋企嘅運勢好轉，等子孫後代少走彎路，麻煩你喺評論區打4個字五穀豐登。你打出呢4個字就等同向天地宣示，我願意由今日開始珍惜五穀糧食，守護家庭，為子孫積德。覺得我亂講嘢嘅朋友，你而家可以直接劃走。但如果你願意留低繼續聽，我會由易經嘅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陰陽5行嘅智慧，同埋千年望族代代興旺嘅秘密入面，將呢樣物件嘅玄機一層一層拆開俾你睇，尤其係當中3重全家嘅智慧，可以直接點醒所有覺得富不過3代嘅人。你聽完就會明白，你屋企興唔興旺根本唔係命運注定，而係你有冇做對呢件事。好，我哋正式進入正題。第一，米缸入面要放嘅就係鹽。聽到鹽，你可能會覺得好笑，呢樣嘢有乜特別？間間屋廚房都有。我同你講，正正因為太過常見，你先至忽略咗佢嘅力量。喺5行之中，鹽屬水，亦都係極陽之物。水主財，陽主旺，將佢灑入米缸，就等同喺屋企嘅財富入面注入活水，令米缸入面嘅氣得以流動。米屬土，土生金，金就代表錢財。但土如果冇水去滋潤，就會板結乾裂，草木都生長唔到。如果米缸只係擺米，就好似一塊堅裂嘅荒地，就算播落種子都發唔到芽。將鹽放進去，就等同為呢塊土地減水，令土同水互相和合，產生無限生機。古人話民以食為天，米係養活性命嘅根本。一間屋企如果連米都取唔到取不好，呢間屋又點可能興旺？大家睇下鄉下嘅長輩，就算幾貧窮，米缸永遠都會保持有米，而且米缸入面一定會放少許鹽。呢個唔係佢哋懂係乜高深道理，係祖先透過切身經歷流傳落嚟嘅經驗。點解？因為鹽可以驅蟲、防發霉、防腐爛，但更深層嘅意思係鹽係溝通陰同陽嘅媒介。如果屋企磁場唔好，成日爭執嗌交，喺米缸入面放一把鹽，就等同幫全屋嘅氣場做大掃除。鹽可以化解戾氣，調和陰陽。我見過好多人廚房擺得亂糟糟米缸，就用膠桶封得密不透風，一粒米都唔想露出嚟。呢類人睇落好似好識得過日子，實際上係將自己嘅財路封死。米缸需要透氣，要有氣位，入面要放少許粗鹽。大家諗下，那些真正富過3代嘅大家族，邊一戶唔係將糧食看得比自己性命還要重？佢哋會將米缸安放在廚房嘅杆位，亦即係西北角。每日第一件事就會查看米缸嘅存米，亦都會確認有冇放鹽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對財神最起碼嘅敬重。你唔敬重財，財自然就唔會親近你。第二，米缸入面放鹽係有方法，唔可以隨便亂放。好多朋友聽完我所講，返到屋企就隨便抓一把食鹽，直接撒落米裏面就算數。我坦白同你講，咁樣做係冇效果，作用會大打折扣。放鹽一定要揀粗鹽，唔好用精細食鹽。粗鹽係太陽日曬天然形成，保留住大地嘅陽氣。精鹽經過機器深加工，本身嘅陽氣已經損耗大半。喺放進去之前，你要喺心裏面默念一段說話，唔係講俾自己聽，係講俾屋企嘅氣場聽。呢段說話就係此鹽化煞光聚財，孫興旺代不衰。連續念3遍，跟住由米缸口中間位置將鹽灑入去，形成一個圓圈。
灑完之後3日之內千祈唔好移動米缸，等鹽嘅陽氣慢慢沉降，同米嘅氣場互相融合。3日彼此舀米嘅時候，唔好一次舀到缸底，要留返少許底米。呢個就叫有餘，係中國人好大嘅智慧。凡事留餘地，財氣先至唔會斷絕。有朋友會問，鹽放咗入去之後，需唔需要更換？一定要換。每個月農曆初一或者15，將舊嘅鹽倒出嚟，換上新嘅粗鹽舊鹽，千祈唔好直接丟入垃圾桶，要倒喺屋企門口嘅流水處，讓佢隨水沖走。呢個叫送煞。舊鹽已經吸納咗屋企1個月嘅毒氣爭執嘅戾氣，佢已經幫屋企抵擋咗災厄，送走舊鹽，新嘅陽氣先至可以入到屋企。如果覺得每個月更換麻煩，最起碼都要3個月換一次，但絕對唔可以超過半年。一旦超過半年唔更換，鹽嘅陽氣會耗盡，反而會集聚陰氣，咁樣就會惹麻煩。第三，可以真正令子孫後代大富大貴嘅，唔係鹽本身，而係你放鹽嗰一刻嘅虔誠心念。各位要記住，世間萬物都有靈性，米缸之所以可以聚財，唔係因為佢有乜特別物質，而係你賦予咗佢強大嘅意念。當你伸手入米缸撒鹽嘅時候，內心係虔誠向善，一心盼住屋企可以越來越好。呢份正向意念嘅能量，透過鹽呢個媒介匯入米缸之後，透過每日煮嘅米飯俾屋企每一個人食落肚。屋企每個人食嘅唔單止係米，仲有你嘅慈悲心擔當同埋對子孫嘅一份責任。易經入面講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米缸放鹽呢件事表面睇只係生活小技巧，實際上係你喺度積累善業，係為屋企風水做調整，係為子孫鋪路。你以為子孫嘅富貴只係靠一把鹽，固然有關係，但最重要嘅係你做呢件事嘅時候，內心那份盼望家宅興旺嘅真誠。天道感應嘅係人嘅內心，唔係手上嘅動作。內心夠虔誠，鹽先至有力。如果內心唔相信，咁就只係普通嘅粉末。大家睇下江南那些流傳幾百年嘅老宅，廚房嘅米缸旁邊多數都會供奉土地公，或者貼上5穀豐登嘅紅字。呢啲唔係迷信，係以敬畏之心守護家業。一個人如果失去敬畏之心，賺再多錢都會耗散。一間屋企失去敬畏，就算屋再大都承載唔住福氣。你將鹽放入米缸，就等同向天地宣告，我敬畏五穀高，敬畏財富，亦都希望我嘅子孫都可以擁有呢份敬畏。呢種精神就好似基因一樣，代代相傳。你嘅細路睇見你咁樣做，長大之後都會跟隨，日後佢自己成家立室都會係自己屋企嘅米缸入面放一把鹽。呢個就叫家風。家風唔係靠嘴巴講出嚟，係透過身體力行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浸潤出嚟。今日你喺米缸放一把鹽，日後你嘅孫輩就會記得長輩曾經認真看待米缸，等到佢成家都會照樣去做。傳承唔係靠言語，而係靠實際行動。第四，米缸入面有3樣物件，千祈唔可以放，放錯就會招致破財。講完適合放嘅物件，再講禁忌，大家要記牢。第一樣，米缸唔可以放藥物。有啲人覺得米缸乾爽，將食剩嘅藥物隨手擺入米缸，呢個係大錯特錯。藥係用嚟醫治病痛，米係用嚟養生，藥同米擺埋一齊，就等同將病氣帶入財富。屋企嘅磁場就會同擾住病嘅資訊，家人容易生病，賺翻嚟嘅錢都會花喺醫療上面。大家試下諗，每日煮嘅米同藥物擺埋一齊，每一口米飯都夾雜住病氣。短期內未必察覺，但時間一長，全屋嘅磁場就會偏向衰病，家人身體變差，積蓄自然就留唔住。第二樣，米缸唔可以直接擺散嘅硬幣。有部分人以為米缸擺硬幣可以招財，我同你講，硬幣流經無數人手上，承載住各式各樣嘅雜亂磁場，直接放入米缸就會將紛亂嘅氣場帶入糧倉。加上硬幣五行屬金，米屬土，金會克土，金屬物件直接混入米入面，反而會壓抑米嘅生發力量。想招財可以準備一個紅包裝6枚銅錢，壓喺米缸嘅底部，唔好直接掉落米裏。
銅錢屬金，透過紅紙包裹壓喺缸底就可以形成金生水、水生木嘅流通格局，同直接丟進米裏係完全兩回事。第三樣，米缸唔可以塞袋裝零食同各種乾貨。有啲人想節省空間，將花生、紅土、粉絲全部塞進米缸，各樣物件各有各嘅氣，混埋一齊，磁場就會雜亂。米缸就專門擺米同粗鹽，其他物件要另外找位置擺放。呢個就叫專氣致由。想家業興旺，做事就要專一純正。那些大富之家，廚房一定井井有條，每樣物件都有屬於自己嘅位置，絕對唔會亂塞一團。因為佢哋明白雜亂就係衰敗嘅開端。第五，米缸擺放嘅位置決定屋企財氣嘅入口。擺對物件之餘，仲要揀對位置。米缸唔可以擺喺廁所隔離，唔可以對住垃圾桶，亦都唔可以擺喺太陽暴曬嘅地方。最理想就係廚房嘅吉位，多數係入廚房左手邊嘅櫃內，又或者灶台旁邊。如果屋企廚房有西北角，西北係乾卦，代表天家中嘅男主人，米缸擺喺根位，就好似洋蔥得到上天庇佑。如果冇合適嘅西北角，東南都可以。東南係巽卦，主財運，主進財，要謹記。米缸唔好正對大門，大門係氣口。如果米缸對住大門，財氣入屋穿過米缸就流走。米缸最好背靠牆壁，呢個叫藏風聚氣。另外，米缸唔好擺得太低，亦都唔好擺得太高，難以觸及。擺得過低叫地位卑下，財運被中塔；擺得太高叫高不可攀，財運難以觸及。米缸嘅高度大約到腰部最合適，一伸手就可以有到米，呢個叫順手得財。呢啲都係老祖宗流傳落嚟嘅經驗，稍有偏差，效果就會大打折扣。大家諗下，點解有啲人永遠取唔到錢，賺多少就花多少去睇佢屋企嘅米缸？唔係位置錯咗，就係入面擺咗唔該擺嘅物件，又或者米缸長期空空如也。米缸空就代表財富空，唔將米填滿，財運就唔會到來。每個月起碼要保持米缸有米，一旦米缸見底，3日之內一定要補滿。補米嘅時候要用心，新米鋪喺舊米上面，唔好將舊米食完先加新米，要留一層底米，呢個叫財不露底。呢個係幾代人累積嘅經驗。如果你覺得搵錢難、儲錢難，子女唔聽教，未必係你唔夠努力，只係屋企缺少咗聚氣嘅條件，而唔只係工具。重點在於你開始重視屋企那些唔起眼嘅角落。好多人向外四處求財、求人、求機會，卻忽略咗屋企嘅氣能否聚得住。呢個先係根本根基腐壞，就算外表幾咁繁榮，一遇風雨就會倒塌。由今日開始喺米缸放鹽，唔係添求橫財，係培養自己敬畏萬物嘅心。有咗敬畏之心，做每一件小事都會用心，內心用心，屋企嘅磁場自然就會轉好。磁場改變，財運就會跟住過嚟。財運到來，小朋友眼見你嘅所作所為，長大之後都會成為做事謹慎、敬畏天地嘅正直之人。一個正直嘅人又點會唔富貴？我認識一位做小生意嘅朋友，10幾年子兒起起落落，後來去請教一位長輩。長輩冇講什麼大道理，只係叫佢返屋企米缸放一把粗鹽，每個月更換，堅持1年。佢半信半疑照住去做。過咗半年，佢同我講，唔知點解心情舒暢好多，鋪頭嘅生意順利咗，同太太亦都少咗爭執。我同佢講，心情好係因為化解咗屋企累積嘅戾氣，鋪頭順利係因為內心變得沉穩，唔再浮躁，看事情更加通透。夫妻唔嗌交，係因為你開始用私心打理屋企人事，另一半感受到你嘅轉變。呢一把鹽改變嘅唔係風水，而係你嘅內心。內心變咗，眼前嘅世界就跟住變。所以講米缸放鹽，表面擺嘅係鹽，實際擺嘅係你對屋企嘅責任、對祖先嘅敬重、對後代嘅疼愛。有朋友會問，而家先開始做，仲來唔來得切？絕對來得切。種一棵樹最好嘅時間係10年前，其次就係現在。你由今日開始放鹽，就代表你由今日做起，擔當屋企守護者嘅角色。唔好覺得係世事，唔好當係封建迷信。
儒家講修身，正正就由騰素應對呢啲日常年事開始。如果連廚房一把鹽都處理唔好，又談乜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？中國傳統智慧講道不遠人，最高深嘅道理就藏喺日常普通嘅物件之中。將一件小事做對，你嘅心念、行為、習慣都會隨之守正。最後送大家幾句說話：米缸放鹽唔係教你貪財算計，而係學會敬天惜物。敬重五穀就等於敬重自己，珍惜物件就等於珍惜自己嘅福分。你真心愛呢個家，呢個家亦都會回報你。子孫後代能否大富大貴，唔係睇你留幾多物業俾佢哋，而係睇你留什麼樣嘅本心俾佢哋。留低恬念，後代遲早會敗光家產；留低良心，後代就會將家業越做越大。米缸入面嗰一把鹽，就係教導子孫守住良心嘅第一課。最後有個小小啟啟，如果聽完我嘅分享，內心有所感悟，從來冇人同你講過呢啲道理，麻煩你喺留言區打出6個字：五穀豐登家業。呢6個字唔係隨便寫，每打一次就係為屋企、為子孫播下一顆福報嘅種子錄。喺易經係老陰之數，代表圓滿順遂。打出呢6個字，等同向天地宣告：我願意由今日開始珍惜五穀，守護家庭，為子孫積德。亦都麻煩你將呢段影片分享出去，轉發俾親友，轉發俾正在為家庭打拼嘅朋友。分享就係發布施，每一次分享就有另一間屋企點亮智慧嘅燈火。你幫助其他人，上天就會眷顧你，呢個就係天道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聽得入腦，得益嘅係你自己。聽唔入耳，受影響嘅都係你屋企，但我依然要同大家講一句，最好嘅風水唔係玄關嘅魚缸，而係屋企米缸入面嗰一把鹽。鹽放得恰當，內心守得端正，你屋企3代之內必定大富大貴。多謝各位，我係岑師財富課堂，下集再見。